旋转肌袖是减脂群众重要的组成，平常时负责肩胛头的平衡甲的运动。但如果旋转肌袖破损，会让肩胛头的关节活动度来下降。如果是轻微的撕裂伤，会用透过复健来治疗，减轻旋转肌的张力，同时提升稳定性。但如果是中重度，可能就要手术来修补，或者是换人工的肩关节。当高龄的患者他肩痛多年，那经检查发现旋转肌如果破损严重，无法做肌腱缝合的话呢，他其实可以考虑做反式的人工肩关节置换。那它置换的好处是，我们的肩关节呢可以透过三角肌做取代，那恢复患者可以做抬手、日常生活，那减轻疼痛这些的好处。如果经检查发现它的旋转肌已经破得太大洞了，那目前的旋转肌破裂呢是经过肩关节镜做内视镜的修补。那如果患者他已经没有做修补的条件，那如果没有经过人工关节置换，大概很难恢复到他平常的抬手功能。医师表示，虽然旋转肌撕裂伤甲着一般的50斤，同款的症状拢是肩胛头的痛痛。不过旋转肌破损，家己举手会痛，别人替你举袂痛。50斤因为粘连，不管是家己举，或者是别人帮你举，拢会痛痛。目前反式的人工肩关节手术，健保有一定的给付条件，并不是每一种肩胛头痛痛拢会用得适应，因此还是要经过医师的评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